咱来三个祈祷。主啊，上帝感谢你，互阮搁一摆兄弟姊妹伫遮三个敬拜。感谢你赏赐活命的话。阮今日要三个学习，阮的主所讲要安怎定头生。阮恳求你赏赐阮对顶面来新的活命。愿阮所分享，无论听无论讲，阮伫你面前拢得到你的恩典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会记得吼，Jimmy Carter 咧选总统的时候，伊是一个真虔诚的基督徒。伊咧选举的时候，伊公开讲伊是一个 born again Christian。你会记得这样代志无？因为迄个选总统哦，美国迄个 born again 的迄个前啊，拢是教会咧讲。伫社会真少人咧讲，因为选总统的人讲伊是 born again， 所有的媒体吼，拢开始咧讨论啥物是 born again。迄个时阵吼，我会记得我伫阿伯来咧做牧师，我边仔有一寡迄个较保守的教会哦，一寡基督徒，拢伫顶讲因是 born again Christian。啊，咱长老教会吼，会友吼，咱逐个拢较袂安尼啦。啊，互人问讲你是 born again 的，有个人拢袂晓应，你敢知？真正是足可怜的。啊，我吼，伫迄个时阵感觉，迄个 born again 吼，所有的 talk show 拢在讲啦，逐个拢伫遐讲因想的 born again。迄个时阵有一个牧师讲一句话吼，伊讲吼 ，born again 即个顶头生者吼。咱教会去用盗版啦 ，pirate， 人甲咱盗版去吼，啊，讲甲意用走精去啦吼，啊吼，互人恶用去，毋若安尼吼，因讲甲无啊，上尾啊吼，都搁等互教会，讲迄拢已经变形啊啦，内面应该有诶气力拢无去啊，真正是足悲哀的啦。我顶礼拜有讲 born again 迄希腊文吼，有迄个 born from above 对天来会定出世，有迄个意思伫内底。born from above 吼，台湾话甲中文拢真歹翻，真正真歹翻，要安怎翻 ？born again 定头生，咱拢讲定头生关系 ，born from above 实在有影真歹翻。我感觉吼。可能咱会当用迄个新生命来是意义啦，当然毋是照字面上译，意义就是讲对顶头来新的生命，咱肉体出世，后来咱对圣神得到新的生命，对顶头来互咱出世。我想新生命即个是，真侪教会有做 New Life， 真侪教会有做新生命教会。我想新生命这个翻译，可能甲英语的 born from above 上界活了。所以我今仔日的讲道内底吼，我会讲新生命的代志。因为吼，顶头生这个道理哦，实在讲足歹讲的啦。啊，毋过到约翰福音传第3章，都拢在讲这，我真正是用足侪时间去想吼。啊，今仔日我会引真侪圣经，咱今仔日读过圣经在，所以我有圣经在拢总佫创一遍出来吼。咱毋免看华语甲中文都遐对安尼，拢会走去，我规个创来吼。即个今仔咱第3章的迄个顶头诗吼，是对第1节到21节，第3章的第1节到21节，第1节到第8节，咱顶礼拜讲了啊。迄是耶稣甲尼哥底母的对话。啊，耶稣甲尼哥底母讲，人着爱水对水甲对圣神来生。啊，我有讲耶稣讲迄个背景是以西结，上帝会甲先知以西结讲，伊要带百姓转去，伊要用水甲圣神来洗。啊，尼哥底母听啊，耶稣讲圣神亲像风在吹哦。我有讲这个道理，
尼哥底母敢若撒无鸟我问的款，伊第9节问耶稣，请你做出来好无？第9节伊问耶稣，这款代志哪有可能？伊问安尼，过了迄句话耶稣实在是耶稣真 surprise 呢，甲讲你是以色列人的教师，你连这也毋知哦？这有影真闹开耶稣有影这个代志，旧约以西结的物件，你毋知哦？我讲的你听无哦？耶稣过来第11节开始，11节到21节是耶稣在讲什么是顶头生的代志啊？咱今仔日的重点要放伫遮。11节讲，我实实在在咧甲你讲，阮讲阮所在，嘛为着阮所看到的作证，毋过恁毋接受阮的见证。这个第11节耶稣开始甲尼哥底母一个咧对话伊讲我实实甲你讲，因两个咧讲话无问题。佮伊讲阮讲阮知，这阮是啥物人？恁这较简单啦，因为可能是耶稣是咧指尼哥底母甲伊后壁遐法利赛人，因为尼哥底母去见耶稣的时，伊甲耶稣讲，阮知你是对上帝来，阮看到你的心者，伊有讲安尼，所以耶稣用恁这真，总是耶稣伫遮讲阮。我咧讲，我去找足侪注解看这个阮是啥。老实讲，咱毋知耶稣咧讲阮是啥，无人知。毋过真侪人在推测，上界简单上界迄个就是讲三位一体啦。耶稣代表三位一体上帝，伊甲圣神。总是阁有人讲耶稣伫遮讲的阮有可能是在讲耶稣本身。甲以前的先知，包括加西利约翰，阮甲恁讲的，恁毋信。上帝通过伊，包括所有遐先知，甲阮甲你做上帝见证，恁无要信。搁落去耶稣甲伊讲我甲恁讲即世间的代志，恁都毋信啊！我甲你讲天顶的代志，恁哪有法度信？这是耶稣真无奈的什么是世间的代志？世间的代志就是恁都爱听恁的厝边啦，恁就服侍上帝啦，毋通去拜偶像啦。这是世间人甲人的中间的代志。耶稣讲，这先知甲我甲加西约翰拢甲恁讲遮，恁嘛是毋信。世间的代志，你毋着毋信啊！我甲恁讲天顶的代志，恁哪会要信？这是耶稣开始甲尼哥底母讲，对遮开始，伊在讲神的代志。这个神的代志，伫这个咱要了解迄个顶头生是真要紧的物件。较听我会阁讲。当第13节，耶稣讲，对天顶降临的人子以外，无人捌上天。耶稣在讲，我对天顶来，你无人捌去天顶，就爱我落来世间，甲恁讲天的代志。总是地上的代志，恁都毋知，我要甲恁讲天的代志，你要信。这是一个真要紧。咱的基督教的信仰，甲其他的宗教无共款。其他的宗教咱拢知影，因拢讲人着爱做好，毋是讲人毋免做好啦，我毋是迄个意思。因着爱做好修行。若是连犹太教嘛讲，因着出世做阿伯拉罕的子孙，过来着爱守律法，守律法才会互上帝接纳，才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所有的宗教拢总是人在找上帝。佛教嘛是安尼讲，你着要修行正佛，敢若基督教，上帝知影咱住伫这个世间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有互时间空间的限制。
咱无法度通去到天顶找上帝，只有上帝落来才有法度。上帝其他的总归是人在找神。咱的信仰，耶稣基督互咱的信仰是上帝落来世间，道成肉体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上帝落来世间，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互咱捌上帝。耶稣将天顶的代志甲咱讲，这第三章的后壁还佫会佫讲到这个问题。伫遮咱看见耶稣伫甲尼哥底母讲的赞词无共款。尼哥底母前到呾，伊就是讲我做一个法利赛人，我守律法，我就会上帝欢喜。耶稣甲讲 no， 迄真好。总是你若无对圣神的顶头先，你若无对圣神得到新的生命，你袂得着救。耶稣讲，连看到上帝的国都看袂到。第三章的头啊，咱顶礼拜讲你看到上帝的国，所以这是真要紧的代志。上帝予伊的囝落来世间，报咱知影天顶的代志，上帝的代志。啊，咱爱顶头先，才会当了解这个代志。上帝通过耶稣基督赏赐咱新的生命。上帝做法安怎做？伊要赏赐咱的新的生命，伊安怎做？伊要互咱 born from above， 上帝安怎做？迄是第14节到第17节。咱来看第14节到第17节吼。耶稣头一个马上讲，亲像摩西伫旷野行去同蛇。这是我真简单讲这个代志哦。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就是伫民数记第21章，去到旷野，因无物件通食，靠赖上帝。上帝降玛纳互因食，啊，拄啊食的时，大家拢感觉真好食啦。啊，食久吼，大概玛纳扣入来吼，啊用炒的、用煮的啊，用烘的，拢做过啊吼，食甲真忝啊，较食就食玛纳，因嘛开始爱啊啦。阮咧食这要创啥？上帝吼，恁遮有影，互恁有通食也该，无通食也该。上帝吼生气，放一寡毒蛇甲因加。啊！即摆互毒蛇加嘛惊啊啦！啊，佫去安那，佫去找摩西，摩西对上帝祈祷，上帝甲伊讲：你用铜做一尾铜蛇，菜悬悬，若是互蛇加着的人吼，叫因拢看迄个铜蛇，会就好去。因为这是神约。假使咱若伫遐吼，摩西甲你安尼讲。你若互蛇咬着，你看铜蛇你就会好，你要信无？大部分人讲，哎呀奇怪，我互蛇咬着，看迄尾铜蛇是，这怎哪有关系？毋过你若毋信哦，你会死。你若信，你看，你会好。这要安怎解说？无人会晓解说。信的物件本来就无法度解说，我捌讲过。解说会清楚的，毋免你信啦。就是解说袂清楚，就爱信啦。啊，这毋是戆戆啊信，我绝对毋是咧意思。上帝伊伫上帝恩典，甲咱的信直接的关系啦。我要讲的是安尼。过去耶稣讲，亲像迄铜蛇，人子嘛要一定会受举起。伊在讲伊顶十字架的代志，伊在讲伊顶十字架就。我相信尼哥底母迄阵啊听无，我相信伊听无。人子原来要受举起，耶稣知影，这个时阵就知影伊要用顶十字架。伊伫约翰第12章32节遐，伊讲吼，伊讲我对地上受举起的时，会吸引万人归我。耶稣真早就知影伊会用顶十字架。为什么要用顶十字架？因为上帝要通过伊的死，
赎咱的罪，拄伫遮。这是新约圣经内底真要紧的假事。保罗伫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6节讲吼，上帝一个，上帝甲人的中间人嘛是一个，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。伊咧讲道成肉体，啊，佫是讲伊显本身来赎回众人。巴克勒翻做吼，或者替赎，我感觉替赎即句好，替咱担当罪，赎咱的罪。替赎即句好，新约的圣经毋是用替赎，敢若讲来赎回众人安尼来讲，替赎替咱死，不赎回咱。彼得前书3章18节讲，因为基督捌为着罪受苦，一遍就完成。义的人替不义的人受苦，是为着要带咱到上帝的面前。这是新约圣经内底真要紧的假事。对，通过耶稣基督的死，咱得到赎回。我要一摆吼，去甲青年讲的时候，有一个青年真正甲问这个问题。我迄阵啊拢忘记，毋知我嘛袂记我安怎应啦。伊甲我问讲吼，耶稣红顶是袂假死吼？倒是讲，迄是伊遐对着家顶是袂假死呢？是安怎？伊是人怨恨伊甲顶死啊？是安怎？咱即马讲伊红顶死，还是赎回咱的罪？是安怎？你敢捌想即个问题啊？这实在是我真正毋知要安怎应呢？哟，耶稣互人定死吼，啊，甲赎回有啥物关系？这又是我到尾啊想到要讲，我想诶，甲神有关系了定啦。上帝安排伊的囝落来世间，教示咱。做真好的模样，互咱看。死伫十字架顶，义人为着不义的人死，这是伊的救赎。咱信以外，咱有法要安怎解释？我真正，我迄个时阵，我嘛袂记安怎应呢。总是迄个问题，我直直咧想啦，我家己嘛咧想。讲到同蛇即个代志的时，看迄尾同蛇，啊得到医治，无连袂活，安怎连嘛连袂活，总是迄是上帝做的代志啦。敢若安尼若定。我知影今仔日讲的这吼，拢不正定啦。我知影，伊讲安怎？伊甲咱讲，伊来这世间要受苦气，要受定十字架，是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这是伊来世间的目的。啊，过去3章16节，这新约的吼，咱大家较袂惯势。阮对细汉就念，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小สู่世间。这则圣经吼，互信伊的人袂灭亡，嘛是讲到神的代志。这则圣经吼，这月日的上尾礼拜日，咱要收圣餐。我的讲道要隆重要来讲这则圣经节，我等迄个时阵才搁讲。啊，第17节吼，上帝找伊的囝来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通过伊来拯救世间。上帝找伊的囝来，毋是要审判世间啦。换一句话来讲，第16节甲咱讲，上帝的独生囝来遮，是因为疼。伊来要赎回世间，道成肉体是因为疼，毋是审判，毋是上帝生气才叫咱来，才叫因囝来，毋是安尼。但第18节甲咱讲，上帝要赎回咱，伊做遮尔济代志。对14节到17节。
咱安怎咱要安怎回应上帝？信啦。第18节，信囝的人未受定罪，毋信的人已经受定罪，因为因毋信上帝独一个囝。咱爱信，就袂受定罪。总是伫遮吼，我有一个我咧读的时候，我去读到这哦。你拄啊第17节吼，讲上帝的囝来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。第18节讲吼，第18节讲，若无信的人已经受定罪，受定罪吼，若无审判要安怎定罪？17节才甲咱讲毋审判，第18节甲咱讲定罪，你有感觉真奇怪哦？我伫读这个是读甲真详细，是毋是我头壳乌白想哦？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呢。已经受定罪，有审判无？咱若讲到审判，咱拢是上尾啊，启示录得到的上帝的审判，迄个最后的审判。耶稣讲的讲吼，毋信的人已经受定罪。伊讲的是讲即卖的代志呢，毋是后摆呢，毋是后摆迄个审判。这真趣味的代志。我去想到这个时，我嘛去编真侪所在，到底这要安怎解说？我做牧师常常有迄个时阵我活去的时候，因拢在讲话哦，即马看到我来的时候，牧师来啊啦，咱即马毋通阁讲啊，毋通阁讲啊，恁做长老的拢袂拄着这，我干阮牧师会拄着。牧师来啊，毋好阁讲啊，我毋知因咧讲啥啦。我是拢就是掠做因咧讲笑。迄若讲安尼时，我拢较常拢甲因讲吼，若牧师来就毋通讲的吼，规气莫讲较好啦。咁袂影是安尼。我甲你讲，受定罪吼，无一定是上帝甲你定罪呢。你家己就定家己的罪啊呢。我用一个上浅的例，真歹势，总是这是最近发生的代志，咱大家拢知影的代志。最近有一个立法委员甲一个中国查某人10年久都在咧告吼，代志发生的是大家拢讲这个都足小某的，哪会安尼吼？我用这个做例是真歹势，毋过这上简单啦。这个人吼10年久安尼告。我毋信伊遐平安，我毋信伊遐平安。伊要做一个伊真顾家的迄个形象，互人看。伊有啊，伊要做迄个形象，互人看。总是一方面，伊黑暗的所在，伊都爱去看呢，安尼活着真艰苦的。台湾即马有一句话叫做人设，人设是啥物意思？我实在是无啥知影。读起来敢若是你出世的条件，迄叫做人设。毋过，若我要解说，是感觉我做一个牧师吼，恁看会到我变互恁看即个面皮吼，是我做的，迄叫做人设。我是安尼了解。后壁。乌鲁木齐吼，恁大家拢看袂到啦。这是人设，要经营迄个人设吼，若毋是出自你内心的圣心，互你对你内底发出来吼，要去假是足歹假的呢。我毋信伊去甲约会时，伊袂去想着伊的某囝，转来。你去倒，伊都爱讲白贼啦。普通哦，我对细汉的时，我对细汉就真爱讲白贼啦。阮老母常常甲我讲，你若讲一个白贼，你一定会搁讲别个白贼来看头前迄个白贼。讲到尾啊，你讲啥物白贼，你家己拢袂记了。真正的，因为上帝上尾也要审判。真嘛，伊毋免甲你审判。
你著饱甲醉啊！你知无？过去第19节到20节到20节，耶稣真聪明咧，耶稣实在真厉害。咱迄时看第2章的上尾啊遐，讲耶稣关系人的代志，伊毋免人甲伊讲，伊知影人的内心，伊真正知影人的内心。你看19节伊安怎讲？上帝审判是安尼，上帝审判还未啦，上帝还未甲你审判。光进入世间，世间人较爱黑暗，较无爱光明，因为因的行为是邪恶。那因这话比我拄啊所举迄个例，敢毋是世间就是安尼？我若安尼头壳用伤济，安尼要 relax 吼，我拢去看新闻，哇！哦，迄实在是乱清清咧！一听台湾人安尼这啊，第咧讲小三、小四、小五、小六，我讲这是咧读国民学校是？他会安尼，真正诶呢！你甲看，啊，迄款生活，敢遐尼爽快？毋免上帝甲你审判，你的罪已经得甲你审判。做歹的人拢怨两光，毋接近君，安尼因伊的行为才袂露现，毋是袂露现啦，有一日拢会露现啦。看10年，伊拢想讲人毋知，变出来。上帝还未甲审判。人先该审判，伊家己审判家己。上帝算啥？我慢才搁讲。彼得讲上帝无马上算啥，是上帝要互咱有机会通悔改。我真正信是安尼。无论你做甚物代志，无论你伫偌黑暗的所在，你若亲近光。上帝要赦免，上尾还算数，才做一个算。上帝的审判是当时咱毋知，毋过毋信的人，踮伫黑暗的人，因已经受定罪，伊家己就定伊的罪。21节。耶稣知影，人大半拢爱行伫黑暗，总是伊无失望。伊讲，毋过实行真理的人，接近光，是要显明伊的行为是顺坦上帝来做的。这是得到新生命的人，伫伊的内面有迄个新的活命，毋免假，毋免假。圣神就会帮助伊活出迄个新的活命。我会当就我所谓将即阵真歹讲的圣经用安尼，5万无互恁乱了了。我知影这有的所在真好了解，我知影。上尾啊吼，我要做结束吼，我要用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吼，请你看看，搁落去点。这是一个牧师做 Max Lucado 这个人写的，伊写的。伊的英语叫做 The Cave People， 我甲翻做山顶洞人啦。吼，这伊的故事是安尼啦吼。我有过一张图后壁吼，迄个山顶洞人吼啊。我讲，我即摆要讲这个故事，要做我今日会讲道的结束。伊讲古早。啊！伊点一点了讲，可能嘛毋是真古早的代志。伊安尼讲，哦，较顶仔你就知啦。用古早，啊讲可能嘛毋是真古早。有一寡人哦，住伫洞的内底，内底拢无光，足暗的，热天热，寒天寒，水气搁重，所以因真济活甲真艰苦。破病，
有人甚至死去。因真正海产活甲真艰苦，一点仔办法都无，因袂快乐。有一日，有一个生运人来到洞口，甲因讲：我有听讲恁伫遮真苦真艰苦，无光，无看到日光，佫寒，破病。我知影恁伫黑暗的中间，我要来帮衬恁。遐个人惊讲：你是啥人？你要来帮衬我？我哪知影你要来帮衬我？这人甲伊讲：我有恁需要的物件，我要帮衬恁。恁爱信我会当帮衬你才会使。因看出去，看伊伫洞口遐贴一寡物件，伫遐贴。因讲：你这创啥？因想讲，伊要迄个门甲踢起来。伊讲：你是咧创啥？伊讲：我要帮衬恁。伊讲：因就直直看伊伫遐，伊讲：你咧创啥？伊拢无甲因应。因继续问，因足惊。伊甲伊讲：我即马要甲恁讲，我有诶，要互恁看我有诶物件。恁点点看。伊起火，点迄堆柴。开始诶时火一点仔来点，愈来愈旺，愈来愈旺。这个人诶第一反应讲：哦，目睭足赤诶呢，看到光目睭足赤诶。迄个人甲伊讲：你毋免惊，迄目睭赤哦，因为恁住伫黑暗诶中间，忽然间看到光，恁目睭会赤。毋过恁若惯势就好啊。我跟你讲，我毋歹遮诶物件，我毋歹。即个人甲伊讲：恁行较晏来，毋免行较晏来，遮有光。你若较光较晏，你嘛较袂寒。恁真寒，我知影。恁较晏来会当烧。遐人讲 no， 伊毋捌看到迄个物件，因无爱晏去。总是当时伊后壁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徛伫迄个青云人的后壁，真晏迄个火。伊讲的有影啦，遮有光，我看会到，佫袂寒，真正袂寒啦。恁着爱来，有人伫想要来。有人甲动 no， 毋通去。伫遐咧迄落，即个查某囡仔，甲即个青云人讲：这个人是安怎无要晏来？遮尔好，有光会当看到物件，佫会烧落，袂寒，因爱无爱来？即个青云人讲：因为因惊啦，要安怎？这个人甲这个查某囡仔讲：你有经验就光，有经验就烧落。我甲你讲，伊对迄堆柴内底摕一支火起来，互迄个查某囡仔讲：你将这个火摕去互遐个人，互因看这个光，互因经验这个光的温暖。因为我看到这个故事吼，上帝真正真疼我呢。我伫internet内去搜去看到这，伊最后的是用拄啊第3章第19、18、19、20节，耶稣咧讲光甲暗的代志，伊有小可概括，伊讲吼，光进入世间，世间人较爱黑暗，较无爱光明。因怨恨光，毋接近光。毋过实行真理的人接近光，因显明因对上帝来新的画面。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
你知影，阮即篇讲道真好讲，真好了解。阮做人，尽阮所会伫遮说明，阮也是依靠你的圣神帮助阮，赏赐阮对顶面来的智慧，赏赐阮对顶面你所赏赐的新的画面，互阮真正会当经验新的画面对顶头生来。恳求你怜悯阮信无够，互阮会信你，会哪听你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